根据卫生福利部过去10档的统计，泌尿腺皮癌的发生率一直是男性癌症发生率的前10名，其中肌肉侵犯性的膀胱癌大约占了初诊断膀胱癌的1/4，因为具有高复发加移转的风险。过去伫个传统的破腹切除的手术，因为空喙大，恢复期嘛较久，到后来随着腹腔镜加达文西的手术，不但空喙小，而且恢复紧。不过因为膀胱加裂腹线拢位伫个骨盆腔的较下部，奇美医学中心毕业外科医师曾文新表示，目前卫生福利部嘛同意达文西的手术部分的健保给付。传统手术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从开腹手术开始谈起这样子。那开腹手术不管是在膀胱、肾脏、输尿管，甚至是射物线，比较常见射物线，其实基本上它的刀口至少到20公分左右这样子。那大概20-30年前开始有腹腔镜以后，然后再进展到达文西手术这样子。那腹腔镜手术就是刚刚有就是说的，就是说它的关节活动度大概只有2到3个左右而已。那进展到这10年来，奇美医院从2012年开始有达文西手术这样子。达文西手术它有总共有9个关节，那相对上来说，它就是它的活动度能够更灵巧、更仔细。那它的视野，它是用3D 的视野下面去看的话，影像上面也会比平常还要放大10倍左右这样子。在我们的射物线，其实它在身体的骨盆腔最抵触的地方，其实你用腹腔镜手术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一个好的手术的品质跟一个效果在这样子。那我们只有用达文西手术才可以达到它的一个良好的品质这样子。所以那个从达文西引进来之后，射物线癌是台湾第一个经过卫福部认可说可以就是部分健保给付，就是它只要付卫材的部分，手术费用是健保局帮你出的这样子。奇美医学中心对2012年引进达文西的手术。唔定伫个膀胱癌、裂腹腺癌等的微创手术，另外伫个腰子肿瘤的切除，嘛完成了将近300例，不但提升腰子局部切除手术的极限，而且嘛大幅减少腰子全部切除。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